大家好啊！華記6月18號報道啊，今日咧我就出席咗咧我哋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嘅理事會團隊嘅會議。咁喺席間呢，就係有我哋呢一個汪敦敬會長，同埋有蔡志忠執行會長。咁其實咧我加入呢個會已經係講緊係10幾20年噶啦。咁咧我哋就識咗好耐噶啦，即係我同阿汪敦敬同埋蔡志忠咁啊，仲有其他理事會成員啦嚇。咁我哋咧喺個會嗰度咧就即係講到近期香港嘅經濟嘅狀況啦，咁跟住就中東嘅戰火啦等等。咁跟住咧就講到一個問題咧，究竟而家香港咧其實好多啲鋪頭執笠啦，經濟下行啦，咁即係有好多方面嘅問題。咁其中一個主要嘅問題啦，即係我就講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啦，就係你發覺咧喺媒體上邊咧，無論係主要嘅媒體啦、網媒啦，或者自媒體啦，或者 YouTube 啦咁就有一股力量咧，就係不斷唱衰你香港，就唱到你香港咧就邊一個人咧就唔掂啊，破產啊，賣樓咁因為佢哋係要靠流量噶嘛，咁當然係誇大同失實啦嚇。咁席間咧，我哋有啲理事會成員咧就好唔滿意咧，其實佢哋嗰啲咁嘅挖苦人、嘲笑人哋投資失利啊等等各項因素咧，佢哋嗰啲笑聲啊，佢哋嗰啲嘴臉啊，佢哋嗰啲言語説話點樣尖酸刻薄、乞人憎啊咁咧，就其實形成咗成一股勢力咧。就喺媒體嗰度唱衰香港。咁其實喺呢一個媒體上邊咧，係有一股好大嘅力量咧，係想香港係沉淪冇得救。咁呢個係流量密碼嚟噶嘛？你唱衰香港就有收視噶啦嚇。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就我哋譬如理事會嘅成員有汪敦敬啦，同埋蔡志忠啦，識咗好耐啦。咁啊，蔡志忠執行會長咧，亦都啱啱有人做條片咧，嗰啲咁嘅黃友自媒體咧。就做佢就點樣唔掂啊？阿蔡志忠點樣唔掂啊？咁，因為當事人咧根本咧就大生意啊，財務健全，都無謂同你啲人一般見識。但係我作為喺自媒體界啦，即係叫做日日都拍片啦，我可以同大家澄清一下咧。譬如最近好多人就揾阿蔡志忠做話題，就話佢乜唔掂啦唔掂啦咁。我識咗佢咁多年，10幾20年。我話俾你聽，我同阿蔡會長頭先食咗2、3個鐘頭飯，根本人哋經濟係非常之健全，年年去遊浮。你要明白喺中環一單買賣上邊，佢可以喺李嘉誠手上賺到錢嘅，都已經係不得了啦，係咪啊？你有邊個人可以喺李嘉誠手上賺到過億嘅啊？咁啊，蔡志忠執行會長就做到。咁同埋佢有好多投資都係低槓桿，即係冇問銀行借錢嘅，買實在嘢嘅。咁你哋啲友又唱到人哋呢度唔掂，嗰度唔掂啊！另外咧，我哋阿汪敦敬會長咧又係嘅，啲友咧又話佢呢度唔掂，嗰度唔掂。人哋啱啱先去遊完埠翻嚟，根本人哋咧槓桿比率係好低嘅，即係基本上佔佢嗰個財務比重咧係講緊咧。即係佢槓桿低咪安全咯？你點啊？樓價點樣跌啊？你唔會跌得95%噶嘛？係嘛？咁人哋咁低嘅槓桿比率係嘛？咁厚嘅資產，喂，仲有實貨添。咁你哋嗰啲媒體日日真係做人，咁當事人點會同你講？喂，其實我份身家有幾多？梗係唔會咁樣講啦，係嘛？但係呢啲咧係識咗好耐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希望喺度以正視聽一下咧，就係人哋根本財務健全。係你班友成日咧就呃流量、呃 view 數啊！你哋係靠 YouTube 個廣告收入就嘩眾取寵啊！你究竟好似我咁啊？我啲片都冇廣告嘅，係嘛？即係你基本上咧，即係啲人咧就成日咧就中意睇啲負面嘢嘅，係嘛？我哋不如講下頭先咧，我哋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我哋頭先開會有啲乜嘢嘅個案數據出嚟啦嚇。首先而家講咧，即係壞消息就好多啦嚇，即係唔需要我講啦壞消息，因為嗰啲黃媒講到都講晒。咁有啲好消息你係唔知嘅，例如咧，其實而家香港最新嘅香港市民嘅存款咧係已經有19萬億，
係創晒歷史新高。我哋用97年嘅時候都係講緊得幾萬億，而家係19萬億。即係你講以前97年啲人話魚翅撈飯嘅時候，黃金年代嘅時候，你嘅香港都係所有香港市民嘅存款加埋都係幾萬億。但係而家講2025年今日係有19萬億啊！你可以上個網上面嗰度抄一抄資料。另外咧，你睇下今年咧喺香港嘅 IPO 咧，股票嘅集資咧，幾個月已經超過咗突破咗1000億港元，已經係過咗去年全年嘅 IPO 收入。咁其實呢啲係好強勁嘅數據。而家香港面臨係咩問題咧？主要係信心危機。咁信心危機係主要來自恐慌㗎，係嘛？譬如今日，喂，伊朗同以色列就話爆發核戰，咁啊個個都雞飛狗走啦。而家全部好似走難咁啦嚇，見到德黑蘭首都啊，全部都走難咁走啦嚇。好多時都係信心危機。我哋香港背靠祖國係一個福地，咁我哋中國係一個全世界最安全嘅領空啊！即係你話地緣政治嚟講呢，我哋係好安全，同埋如果你講儲糧嚟講呢，我諗全個地球呢，儲最多糧食就喺中國㗎啦啊！幾年啊，就算停咗喺度停擺幾年啊，我哋都有足夠嘅糧食，同埋我哋有最先進嘅軍備，海陸空三軍都係最先進。咁所以我哋係作為中國人係一個有底氣，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嚇，真理永遠喺大炮射程範圍之內，係嘛？如果唔係你就實俾人蝦。我哋唔係以前嘅東亞病夫，所以咧嗰啲咁嘅黃絲港獨嗰啲台唔使理佢啦，嗰啲根本係敵人嚟嘅，嗰啲唔係同種嚟，只不過係講廣東話啫嘛。班契弟成日都唔認自己中國人。唔好講中國話啊，唔好講普通話，唔好講中文啦，唔好講廣東話，契弟講英文啊嘛，死去學咩人講廣東話啫？你都唔係中國人，啱唔啱啊？你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就躝屍趌路啦，係咪？去到外國又冇本事揾錢啊，淨係識拍埋啲垃圾片嚟唱衰香港、唱衰大陸，然之後就吸流量，根本成個乞衣咁樣咧，就喺度乞食，係咪？啲大眾乞衣。即係令到人哋咧就好討厭啊！永遠係誣衊、抹黑、中傷人哋，跟住賺嗰啲咁嘅所謂流量錢。嗱，唔信咧，你睇下今日咧，阮文安啊，唔知係黃人偶像定盲人偶像啊，幾肉酸啊！今日咧喺土瓜灣嗰度咧，惠康嗰度偷嘢斷正啊，就偷140蚊。唉，係咪咁窄啊？做賣國賊？咁啊係嘅，佢又唔識得拍片，又唔識得講嘢，咁佢 YouTube 嗰條水都冇埋，亦都體現咗咧黃人咧佢係不勞而獲嗰個姿態，完美示範就去偷嘢唔俾錢啊！佢呢個慣犯嚟㗎啦，我話俾你聽啦，唔係一鑊㗎啦，偷好多鑊㗎啦！你睇佢呢啲樣，全部都不勞而獲嘅，呢啲咪乞衣咯！唉，做人做到咁，唔好教壞下一代啦嚇！好啦，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今晚再直播同大家分享。哇，大劈價，大劈價！之前就世貿嘅，而家咧就俾央企就接管咗，就現樓咧就發售，好筍啊 ！Dream House 去片。好啊，今日有一個夢寐以求嘅 Dream House 介紹俾大家。呢一個咧可以堪稱為中國馬爾代夫嘅一個樓盤，叫做碧海銀湖。由我哋尖沙咀公司開車嚟到呢個樓盤現場，即係2小時。首先有一個最犀利咧，就係溫泉自帶入屋，晚晚可以享受溫泉澤鋪池。屋嘅後邊咧，仲有一個船位，可以俾你泊喺度撐下艇仔。佢嘅設計就好似4合院咁樣，有 BBQ 啦、天台啦。如果你係買130方咧，佢有2層，仲可以加電梯；而買109方咧，佢係有3層。200鬆啲萬咧，就可以連呢個裝修同埋連埋呢個屋嘅樓價全部上晒會，只係攞30萬出嚟咧，你就可以擁有呢一層夢寐以求嘅 Dream House。Ruby 係咪好吸引呢？梗係好吸引啦！星期日咧，我哋會有一個睇樓團喎，我哋會帶你嚟呢個碧海銀湖，買你哋嘅夢想之家噶咯喎！有興趣嘅朋友馬上WhatsApp我哋報名啦！